你有咩理由上班呢？又咪冇人養你，你阿爸養你20年，我養你40年，仲有個仔養你40年，輕輕鬆鬆就100歲啦，仲話上班？再唔出去住嘢啊，我都要同呢個社會脫節咯。脫節？你每日玩10幾個鐘手機，早就成知天文下知地理啦。從明星八卦到地理文化，從廣東農村到國內鄉村，你都可以同國際接軌咯，仲脫節？講就咁講啫，我哋啲女人唔可以成日依靠你啲男人㗎，都係要獨立啲先得。你仲夠獨立啊？你而家喺屋企啊，飯自己煮自己食，衫自己洗自己着，就連我呢個老公啊，都係你自己揾噶。咁經濟方面總要獨立啲啩？咁你又使其他男人錢咯？冇啊，大聲啲！冇啊！所以話我揾得多，你咪使多啲；揾得少，你咪使少啲咯。實在揾唔到啊，你咪唔使咯。講又係。你唔好成日諗住上班先得噶，喺屋企得閒冇事做，你又瞓覺，一覺瞓到11點啊，早餐錢又慳翻咯。等食完午飯繼續瞓，仲邊有咩高消費啊？只要懶覺瞓得好，1年都慳唔少啊！你又去邊啫？返去瞓覺啊！仆街，又逼揾到藉口偷懶。